技术来看到的是风车前几届内的报道，台湾有98%嘅能源係依是進口，而且係政府積極嘅推動再生能源，尤其係風力發電有動態嘅潛力。不過台灣天經學研究到，兩西部嘅海船、陸地航嘅風機已經係無違好案例，所後來所以向兩海上來做發展，開發離岸風機，不過未引起真多嘅爭議。環保團體是社會影響到生態，面嘅社會冇合作。到底台灣嘅風力正常嚟開發冇？所後來看呢個報道。台灣實地陸上風車實在真多，接下來經濟部能源局會發展嘅就係海上嘅風車，大部風力來換做電力，經過海上嘅變電所，攞電力集中起來，對海帶傳到陸上嘅天纜線，前面同台電各個陸上嘅變電所嘅電並強下，提供各個家庭的用。淺海到深海這樣的方式啊，所以淺海的部分大概有1.2 GW。深海的部分可能5個 GW， 然後我們到2030年呢，就規劃3個 GW， 能夠達到1000架海陸風機哈。我們量夠的話，成本下降了，裝置的意願高了。第二個就是我們這個電能不能便宜到，或者政府能夠收購到，符合經濟的效用。在海上風車搶嘅本錢就比陸上嘅風車加出3倍咁多，工廠動態，或者同時因為風車技術可以是進口，冇專門同台灣世界研發的，將會使到頭擺台灣的風車是發成含擺鐵同海水各塊嘅一條情形。海岸的話呢，我們都曉得風大的話呢，它沙塵，然後再加上鹽分，都會影響到風機的運轉。好，那再來的話呢？一個很重要一點的話，維修它並沒有本土化，至少我們買人家機子，你要能夠自己維修啊。環保團體行家少，實地海上風車可能會影響5年的成分，行家拍海豚的生態。在英國那邊已經有幾篇研究，就是海上的風機，因為它長期的低頻噪音，因為我們知道聲音在水下傳播的速度又快又遠，所以長期在那邊生活的鯨豚，它的聽覺是受到永久性的傷害。台灣的風車亦是進口，行家點人都會開，要安排不風車，民眾受騙的風車安全問題，或者希望做得傳統在地化的風車產業，提出回饋機制來增加地方民眾的工作機會。環保團體係建議要發展新型的風車，根本不是說國外好就拿來到台灣。我們台灣應該要發展自己本身具有特色的再生能源，所以應該是用小風機。那現在小風機有很多設置方式，像水平軸那種沒有葉片的，其實那種就是我在這邊生產，我這棟大樓直接供應。它裝置比較容易，而且在移動也比較方便。那配合太陽能，所以我們現在叫做風光互補，有風或是有太陽能就互相補。同其他發電方式來比，風力發電相對來講較強啲。但我台灣的亞洲東岸要發展風力發電的好條件，望政府提出規範來解決驗證同民眾東岸不以為意義。安尼台灣的風力發電將會有好處。下個新聞連研究吳思怡綜合報道。